这个明年的农历过年，交通部是抓大约有4万人会为国外返来台湾过年。讲明年1月防疫旅馆目前已经出现一房难求的状况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讲，这个防疫旅馆将为26000间增加到31000间，希望民众会当分批回国来做检疫。若是有要提早返来，政府嘛全力来协助来改机票。明年的团圆饭无想要加一座空碗池，想要转来交包和台商想要订防疫旅馆。虽然指挥中心甲防疫规定放令，自14天变10天防疫旅馆加4天居家检疫。不过，今年明年1月上半个月防疫旅馆已经订了，估算想要转来台湾有将近4万人。不过大家敢拢像有？大概现在有31000间。31000间是，所以我们现在能量是够。明年回来吗？要看状况，就是说，第一个，明年的1月1号到1月15号，其实已经都订满了嘛。订满，但是现在因为14天变成10天嘛，比如说1个月本来是2批啊，哈，14加14，现在10加10有可以3批，变成把那个空间空下来。虽然交通部长王国材保证防疫旅馆的房间会增加到37000间，不过这摆转来台湾的人数估计有4万人，搁差9000人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希望转来过年的人分较散咧，卖做回转来，因为防疫旅馆期检自14天降到10天，等于1个月会使带3批期检的房客，认为安尼量能有够。我会责成民航局就说因为这一次从14天变10天，那如果有一些要提早回来的这些人我也的这个国人，我也请这个民航局请航空公司全力配合改机票的事宜。迎年过年，兴趣是要转来台湾团圆的人将近100万人。目前交通部推估4万人，到时阵若是比所想的搁较济，防疫旅馆真正有通啊去。这几岛的团圆饭，规家伙仔敢真正有法度斗会齐。